Hello 各位，我係 JJE。好多人都問我，咁辛苦做嘢幾十年，點解突然間唔做啊？我只係想喺自己仲係行得、走得、笑得出嘅時候，將往後嘅日子全部換成值得記住嘅風景。於是我膽粗粗咁學人拍片，以下嘅畫面冇劇本，只係我真實嘅腳步，配樂係我揀嘅，每一粒音都係我當下嘅心情。歡迎嚟到我嘅旅遊世界，請你哋慢慢睇，若果好，請俾個 like 我，作為一個支持。今次為咗趕深圳6點幾嗰班早機，我哋前一晚就去到機場過夜，點知去到免費休息室，發現滿晒，100個座位都滿咗啦，唯有走去瑞幸坐到4點半，飛咗3個鐘頭就到麗江㗎啦。攜程師傅已經喺停車場等我哋，45分鐘嘅車程就到束河鎮。放低行李，我哋即刻衝入古城行啦。束河鎮入邊有好多古舊嘅民宿，好優雅，多數係白族嘅建築。花園正到真係想坐低唔走，睇下園藝，聽人打下鼓，畫下畫，真係好寫意。不過我哋冇住城內嘅民宿，因為怕拖住行李行啲石板路太辛苦啦，所以揀咗城外嘅現代民宿。2點幾我哋去食牛肉火鍋，食物就一般，係民宿老闆介紹嘅。食飽之後，我哋就向前走，行去青龍橋嗰度附近。咁啊，行下，睇影下相咁樣，就過咗1個鐘頭啦。束河嘅石板路，因幾百年俾馬幫踩踏同埋溪水嘅沖刷，早已經磨到溫潤如玉。離開束河鎮，我哋就搭滴滴去白沙古鎮睇壁畫，入場票20蚊。鎮上高有好多本地小食，我哋邊行邊睇邊食。行完壁畫，今晚決定早啲返去酒店。琴晚喺機場冇乜點瞓，要好好補一覺。不然不讓你們看一下，不知道大概多少錢。